11月30日晚8點20分，我國喺文昌航天發射場使用長征7號改運載火箭，成功將實踐28號衛星發射升空，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，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。呢個係文昌航天發射場今年執行嘅第10次發射任務，亦都係呢個發射場嘅年發射量首次達到2位數。文昌航天發射場年發射任務嘅次數，側面可以睇出中國依家航天發展嘅經濟實力、製造實力同埋技術實力。如果冇錢冇技術或者做唔出嚟，每年執行嘅發射任務肯定冇咁多。而突破歷史紀錄嘅發射次數，可以證明中國依家嘅航天技術非常可靠，喺唔少領域甚至已經可以講係世界領先。